大家好，今個星期嘅一周法庭新聞重點有3宗案件均同名人有關。首先係喺電視節目公開子女爭產風波而成為名人嘅何伯，承認襲擊罪，判監2個月，緩刑2年。另一宗案件係有 K 金大王之稱嘅胡楚南，涉嫌喺辦公室內非禮女助理，經聆訊後裁定表證成立，押後裁決。最後係整形名醫李宏邦被控誤殺一案。雖然患失智症嘅李宏邦早已經被裁定唔適合答辯，但係控方要求陪審團就被告所作嘅行為作裁定。經舉證之後，陪審團裁定被告有做出誤殺罪中行為，案件押後判刑。喺無線電視節目東張西望公開子女爭產風波，成為城中熱話主角嘅何伯，涉嫌於今年5月喺屯門港鐵兆康站大堂 D 出口襲擊女子 X， 被控一項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。案情指何伯喺兆康站同女事主 X 及佢個仔相遇，3人素未謀面，期間雙方爆發爭執。何伯聽到 X 形容佢為過街老鼠，情緒激動下以滅蟲噴霧向佢噴射。何伯早前認罪，喺屯門法院被判監2月，緩刑2年，需要賠償事主2000蚊。處理主任裁判官鄧少雄指，感化報告指何伯已經學會避免同人衝突，唔建議判感化令。何伯出庭聽取判刑當日，身穿深灰色西裝、淺啡色長褲，戴上黑框眼鏡同埋口罩，白色波鞋。左手有2隻手指有白色繃帶包裹，而何伯嘅現身吸引唔少市民圍觀拍攝。至於有 K 金大王之稱嘅胡楚南，涉嫌喺辦公室內非禮女助理，被控一項猥褻侵犯罪。案件喺東區裁判法院聆訊之後，裁判官裁定被告表面證據成立。由於被告選擇不作供同不傳召證人，案件押後至11月19號裁決。期間被告續准擔保外出。辯方日前喺庭上盤問女事主 X 嘅時候，指案發當日嘅閉路電視記錄未能反映 X 喺事發之後有情緒不安嘅情況，認為係因為冇發生過非禮。X 反駁唔同意。81歲嘅胡楚南被控於2024年9月2號喺香港上環永樂街177至183號永德商業中心某單位內猥褻侵犯另一人，即 X。投資銀行女高層張淑玲2018年喺一間醫務所注射Botox肉毒桿菌素，針後死亡。涉案主診醫生本地著名整形外科醫生李宏邦被控誤殺。現年93歲嘅李宏邦因患有失智症同埋嚴重認知障礙症，難以指示律師辯護。4男3女陪審團早前一致裁定李宏邦唔適合答辯，但係控方仍然要求陪審團就被告所作嘅行為作裁定。經控方舉證後，高院法官郭啟安日前引導陪審團作裁決嘅時候，指控方要毫無合理疑點證明被告所為違反對死者嘅謹慎責任，而呢啲行為係導致佢死亡嘅顯著成因。被告並且能夠預示違反責任會造成明顯嘅死亡風險，先至能夠裁定被告嘅所為構成誤殺。陪審團退庭商議約3小時之後，裁定李宏邦有做出誤殺罪中嘅行為。法官將案件押後至11月12號判刑，索取社會福利調查報告，探討被告係咪適合接受監護令。被告續准保釋候判。今個星期嘅法庭新聞重點又告一段落，下星期再會。